第二章，所以恁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各假好、怨妒，甲一切诽谤的话，就着爱慕迄个纯正的灵呢，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爱慕呢一样，叫恁因为这个渐渐长大，直到得救。恁若试过主恩的滋味，就的确安尼。主就是活石，固然是互人所弃杀的，却是互上帝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恁来到主面前，也就是亲像活石，受建造，成做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圣经讲，看，我将所拣选、所宝贵的赐甲石安放伫锡安，信靠伊的人的确未够见效，所以伊伫恁信的人就是最宝贵。伫迄毋信的人有话讲，师傅所弃杀的石头，已经做厝角的头一块石，佫讲做半骹的石头，跋人的絆石。因既然无顺趁，就伫这道理上跋倒。因安尼跋倒也是有定的。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、入奇妙光明的美德。恁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；从前未捌得到怜悯，现在却得到怜悯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恁是出外的人客，是寄居的。我苦劝恁，着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个私欲是甲灵魂争战。恁伫外邦人中，应当品行端正，互遐诽谤恁是最歹，因为看见恁的好行为，就伫监察的日子归荣耀互上帝。恁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神仔，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爱恁行好，通踢条遐糊涂无知的人的喙。恁虽然是自由的，却毋通借着自由惹陷恶毒，总着做上帝的仆人。要紧着尊敬正人，亲爱教中的兄弟，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。恁做奴仆的，凡事着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。不但顺服，良善温和的，就是遐个怪癖也着顺服。世俗人为着互良心对得住上帝，就着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通喜爱。恁若因为犯罪受责罚，为吞忍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总是恁若因为行好受苦，为吞忍，这伫上帝看是通喜爱。恁蒙召原是为这个，因为基督也为恁受过苦，甲恁劳碌无样，叫恁跟地伊的骹蹛行。伊并无犯罪，喙内也无诡诈，伊受骂无犯喙，伊受害无讲威胁的话，只将家己交托迄个照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伊受挂伫叉头顶，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互咱既然伫罪上死，就得到伫义上活。
因为伊受的鞭伤，恁得到医治，恁将情亲像马路的羊，现今却归到恁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